我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啊？若是拄到必得的状况，是爱食高头果，还是爱食奶子才会当帮助排便呢？帮助排便，到底是要食啥？奶子还是高头果？高头果，高头果是安怎是高头果？因为有维生素 C 个，一个是青色的，个青色的。对。但无道理哦。所以恁的答案是高头果。高头果，敢安呢？哎呦！所以恁的答案是高头果。高头果，敢安呢？哎呦！对啦，就是高头果啦。因为你若是真正闭结吼，你就是爱加啉一寡水，还是讲你通啊食一寡较好的优质，伊会帮助你润肠通便。啊，若亲像青色的高头果啊，伊就是内面迄个食食纤维足悬的，纤维营养价值也真好，所以伊就会帮助你排便。奶子哦，就是你食伤济，伊会交火气啊，火气大，所以奶子食拄好就好啊。啊，伊伫遐伊真正足甜的，了解哦。了解。